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希望你啊，今年又搁要过，后日就是围炉暝，就算是过年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年，过年这二年。读做年，这是白音，年就是算咱人时间的单位。地球是日头一年，这个时间就是一年，一年算算的有12个月。啊，若文音读做年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好年冬，代表丰年，也就是五谷丰收。第二个词。规年烫天，这个意思就是为年头到年尾，算是规年的时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做餐人就爱看天食饭，规年烫天拢劳心白目，足辛苦。希望讲今年又搁是一个好年冬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年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年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